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個古仔。你哋話舊金山係賣，真係有金山咧。8年前開平，金山伯用命搏出嚟，唔止係金沙，仲有反香氣碉樓嘅威水史。當年金礦區常日塌方，阿強嘅手指公被藍石砸到黑晒，為咗寄銀信養活鄉下7口人，連工頭黑扣30%工錢都硬食嘅。最陰公係有後生仔偷藏金沙，俾鬼佬吊響金礦區3日3夜嚟得食。等到太平洋鐵路開工，華工先至知咩叫拎頭揾食。懸崖爆石嗰陣，成隊人吊咗半空打鋼釘，颱風一吹就容易跌落萬丈深淵。排華法案出街後，有人着住同一件衫做足3年苦力，就為咗儲錢返鄉下起碉樓嘅。你估碉樓淨得威水史？當然唔係。民國初年赤坎中學俾土匪圍住，就係靠碉樓嘅探照燈救返成村細路咗。當年金山伯返鄉，用進口鋼板整宿門，連子彈都打唔穿。好多碉樓嘅窗眼設計到9曲13彎，土匪未埋身已經中咗埋伏咗，就係佢保護住家人嘅性命安全。其實舊金山嘅金早就被挖空晒，但係開平嘅後生仔骨氣同唔服輸精神就永不褪色。想問下你屋企有冇祖輩闖國外嘅故事呢？留言講下邊段最激心或者最威水咧？點讚破千，帶你去碉樓村揾真跡。鄉親們，快啲關注我啦！下期內容相當精彩。